一個真實嘅故事，萬字夾換屋。喺加拿大，有一位年輕人用一枚紅色萬字夾，成功一步步換到一間屋。過程如下，以下係呢個以嘅故事之精彩旅程。一，喺2005年7月14日，佢以一枚紅色萬字夾開始咗呢一場交換之旅，換得咗一支魚形筆。二，同一日，佢再次行動，用呢支魚形筆交換到咗一個精美嘅手工雕刻門柄。三，到咗2005年7月25日，佢用呢個雕刻門柄換得咗實用嘅露營爐具。四，同年嘅9月，佢嚟到加州，將露營爐具交換為一台康達發電機。五，喺11月時，佢將發電機用於交換，獲得咗一個能隨時開派對使用嘅百威啤酒桶。六，喺2005年12月，佢用呢個百威啤酒桶換取咗一台雪地電單車。七，同月，佢用雪地電單車交換到咗一次雙人卑詩省旅行機會。旅行定於2006年2月。八，進入2006年1月，佢將呢次雙人旅行機會換取咗一架蜜豆貨車。九，到咗2006年2月，佢再次進行交換，用蜜豆貨車換嚟咗一份唱片合約。十，喺2006年4月，佢將唱片合約與 Jody Marie Nan 交易，得到咗一份鳳凰城1年嘅租約。11，同一個月，佢用呢份1年租約換嚟咗同美國歌手 Alice Cooper 共度一個下午嘅機會。12，一個月後，佢將同 Alice Cooper 嘅交流機會交換得咗一個由美國搖滾樂團 Kiss 提供嘅水晶球。13，一星期後，佢用呢個 Kiss 水晶球與美國導演 Corbin Bernsen 交易，獲得咗喺電影 Donna on Demand 中出演嘅機會。原因係呢位導演熱衷收藏水晶球。14，最後喺2006年7月，佢以出演機會作為籌碼，成功換取咗一座位於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小鎮嘅2層農場住宅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只要肯踏出第一步，並且懂得善用資源與人脈，原本看似微不足道嘅嘢，亦都能夠一步步換成巨大成果。